嘛无怪大家拢咧等阿中部长，因为阿中部长顶礼拜探访台南，就来带动一个阿中的经济学。部长所坐双层观光巴士，伊所拍的沙目鱼的卡网，伊所食的阿中的自助餐，拢有够抢市的抢市。拍铁啊，就爱摊销，双层观光巴士快速推出着优待的票券，要来挽回疫情对观光的冲击。6月初7，防疫大解封，市长黄伟提供，在台南市除了部分制作公司甲旅游的生命税会来保留之外，其他限制项目嘛拢会来解封。一车欣赏台南文化夜景，为部长、陈市长坐台南双层的观光巴士，用无同款的角度欣赏台南。这样子月幕低垂的时候，很凉快。之前这台巴士载客量受到惨淡，疫情发生了后，每个月敢若500个人尔，有时间啊参加，逐工拢是空车上路。希望这台巴士用伫上强推销网的加持之下，提高载客量。市政府嘛赶紧提出特种的行程，会持续到6月30号，所以5折优惠。现在变阿中搭过以后，大家都抢搭，而且有人特别指明要坐到阿中的那个位置上。疫情有较回搬出阿中经济学来行销，希望讲游客会使赶紧转来。要么中央宣示讲6月初7防疫大解封，然后呢，坐这台巴士敢就免挂嘴暗啊。过去限制的项目，现在都是原则上都已经要这个解除。公车的部分是尊重这个乘客自己决定但是司机因为接触不同的人还是希望说驾驶朋友们还是能够维持戴口罩。大解封到什么程度？听中央指示，严格黄伟天嘛讲，办公旅游生命这措施有防疫成效，会继续执行。